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上主的恩典，好，让我们道恩中心又可以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今天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4章，读了一段非常非常长的经文哦，大家辛苦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对谈，这其实是在当时候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族人，也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在100多年来，他们有政治跟宗教上的冲突，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来彼此仇视，互不相往来。所以今天的经文说，耶稣进到撒玛利亚去，在那边，在一个水井的旁边遇到一个妇人，跟他来讲话，这是一个很罕见的场景。如果我们要看这个以色列的地图，我们会发现说，犹太地是在南边，加利利地是在北边，那撒玛利亚就是夹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通常犹太人如果要从这个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们宁愿顺着约旦河的东边绕过去，也不愿意进入撒玛利亚城。但是耶稣在经文里面，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了。或许是因为他赶时间，为了要赶路，所以他直接的切入撒玛利亚的城市里面，在那边遇到这个来中午取水的妇人。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更吸引我们的其实是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也就是刚刚我们的执事邀请我们男生女生分开念的这一段的对话。这段对话不知道你念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说，每当妇人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用一个摸不着边际的方式在回复他？他们两个的讲话好像永远都对不上频率，好像是在鸡同鸭讲一样。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看这段经文。妇人在取水的时候，耶稣突然主动的攀谈，让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显得有一些防备。他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为什么要向我要水喝？”妇人她一开始就非常的明确去标记了这两个人不同的身份，也是标示出他们两个种族之间对立的这种状况。其实在四下无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被一个犹太的男子主动的攀谈，好像有很多想象的空间。这妇人难免会觉得有一点备受威胁，觉得说这个人到底要对我做什么？不过让我们感到更诧异的是耶稣的回答。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要是你明白上帝的恩赐，以及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就会求他，他也会把活水给你。”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妇人，你肯定会觉得眼前这一位男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对不对？这个人他很口渴，他要请求我给他一杯水喝，但是这不是求助人的姿态吧？如果我们要请求别人的协助，我们也要跟人家说，那个因为我真的在赶路所以我的嘴巴好渴，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喝？这样子说明原因，或许他还可以拿到那一杯水。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他的姿态摆得好高。他说：“你若知道我是谁，我就要给你活水。”再来是耶稣的回复，正好证实了妇人对犹太男子的印象。因为撒玛利亚人长期受到犹太人的歧视，而耶稣正好又这样子回应，所以他们就开始筑起一个彼此防备的高墙，准备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妇人的心中的怒火或许有一点被耶稣给激起，
所以他就跟耶稣说：“这口井是我祖先雅各所设立的，我们历历代代都在这里取水，难道你还比我们祖先雅各还大吗？”耶稣面对这个问题，一样不愿意正面的回复，他反而开始宣传他所说他自己所有的这个活水的功效。他说：“喝我给的水的人就会永远不渴，因为我给他的水要在他的里面成为泉源，不断的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妇人就跟他说：“先生，请给我这水，使我永不再渴，不用再跑这么远来取水。”弟兄姐妹，在过去我们读到结尾的时候，或许会觉得说这个妇人最终还是顺服了，顺服耶稣了，所以他跟耶稣要这个水来喝。但是其实如果照我们刚刚读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妇人没有被说服，这个妇人的回答相当的有智慧。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拿不出你所说的那个活水的话，那你说的谎言自动就会戳破了。这两个在刚刚的这一段鸡同鸭讲的对话当中，你有发现其实他们围绕着一个关键字在进行，这个关键字就是活水。这个关键字就是活水。一般而言，我们如果说这个水是活的，意思就是指它是流动的，一直有在循环的。但是这个活水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我们晓得人体有70%是由水分所组成的，一个人如果流失20%的水分的话，他的生命会有危险的。水对于人而言是非常必须的资源，所以这活水也可以做维持生命的水的意义。对于生存在中东水资源比较少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或许会更清楚水会带来生命的这一层意思。在经文当中，妇人跟耶稣都说：“我有活水。”这两个人确实有活水，只是他们所有的是不同的活水。妇人所有的活水是干净的、可以喝的水，这个水可以满足人身体的需要。耶稣所有的水却是可以滋润跟喂养灵魂的活水，这个水它要满足人的心灵还有精神上的需要。在这个对话里面，妇人她眼看耶稣就没有打水的工具，实在不了解他到底要如何舀起他自己所说的那个活水。但是耶稣却借着他跟妇人的对话，他们两人的攀谈，开始要将他所拥有的这个水给赐给他。经文的第16节，耶稣开始谈起了妇人有关她自己丈夫的这个私人的对话。妇人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所有的这个丈夫不是她的丈夫的这个事实，被耶稣给指了出来，使得这两人的对话的那个权力关系有所改变。耶稣本来在原本势均力敌的这个对话的权力里面脱颖而出。弟兄姐妹，接下来的这段经文，我们将要看到这两个人的角色对调。现在要换成是一位心灵渴慕的妇人，要来向耶稣取那个滋润生命的活水。妇人对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所以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敬拜是在这山上敬拜，你们犹太人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关于这个敬拜的纠纷，正好是他们这两族来长期的冲突所在。耶稣怎么回应这个妇人？耶稣跟他说：敬拜不是看人遵守什么样的传统，也不是看地点。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妇人问的问题，正好反映了撒玛利亚人长期的信仰的处境，长期的被质疑，长期的被否认，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有一点撼动，他们的所信的、所敬拜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妇人她非常的灰心，她甚至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跟耶稣说，这件事得要等到弥赛亚来才有真正的答案。也就是说，除非弥赛亚来回答，否则这些质疑的声音将永远不停止。所以当耶稣跟他说，我就是弥赛亚，这个在跟你讲话的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妇人她马上抛开了她手中取水的工具，到城里邀请她的邻居都来见耶稣。弟兄姐妹，经文将活水还有敬拜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其实是在暗示我们，人如果要使自己的心灵有办法时时的更新，就得要依靠真实的敬拜。而真实的敬拜，唯独靠心灵跟真实来跟上主亲近。我们或许会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算是真正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今天在经文当中，妇人的行动刚好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28节记载，妇人她到城里面去见证耶稣。我们至今都还没有提说这个妇人她为什么在一个不合理的时间点里面去取水。这个时间点就是中午。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看我的这个阿公阿嬷，他们要去这个田里面工作的时候，都会挑选2个时间。一个时间就是清晨的时候，那个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的升上来，所以在微光之下，他们就赶快出去耕作。做到快要中午的时候，大概10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很热了，他们就赶快回来休息。然后到下午的时候，这个阳光快要下山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他们又再出去继续耕作。取水应该是一件出众的工作吧？这个妇人为什么要选择在正中午的时候，太阳很炎热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取水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她不想要遇到人。取水是一个很容易遇到水井，是一个很容易遇到别人的地点。这个妇人她选择中午去取水，因为她不想要遇到人。为什么她不想要遇到人？或许是因为她过去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丈夫不是她的丈夫的这件事情，让她感到非常非常的困扰。也因为这个过去，让她不愿意跟社区有什么样子的连结，她切断跟社区的联络，致使她用躲藏的方式来生活在他们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族群里面。但是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她怎么做，她用她最不想要提起的事情来见证自己与耶稣的相遇。在经文里面她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生平所做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说了出来。或许这个人就是基督吧。是耶稣给了这个妇人力量。他跟耶稣对话的过程当中，这个妇人有了力量，去面对他生命当中最不想要触碰的那一块阴暗面。我们晓得，一个人如果要面对自己最软弱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或许我们已经为了这个课题奋斗了许久，仍然持续在奋斗。经文里面的妇人也同样在挣扎，但是借着与耶稣的相遇，妇人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甚至借着耶稣基督，他重新诠释这些软弱对自己的意义。从今以后，
这些软弱不再成为他生命里最黑暗的地方，而是变成他与耶稣相遇的记号。妇人用自己最软弱的部分来成为见证，使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要学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主，没有别的办法，唯独依靠耶稣来面对自己生命的限制。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实的面对上帝。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的敬拜是父所要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最软弱的地方，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新的意义。因为上主的活水要在我们的里面涌出，更新我们的生命，直到永生。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福音的意义。今天如果按教会的年历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耶稣受洗的这个主受洗日。我一直在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他谦卑自己，让施洗约翰来替他洗礼，事实上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真实的面对自己。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认同自己是人子，认同自己是成长在拿撒勒的一个平凡的家庭，所以他如同群众一样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我想正是这一份对自己处境还有根源的认同，使人更加明白与体会自己在这个世上的意义。耶稣在领受洗礼的时候，有圣灵像是鸽子一样降临在他的身上，至此他开始在这世上传福音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会因着社会的影响而不愿意欣赏自己的根，甚至我们想要将自己改变同化成那一些在社会上比较能够被大家认同的模式，认同的那个样貌。歌手巴奈，他是一个拥有卑南族还有阿美族血统的一个原住民，然而他却生在那一个不说母语、不承认自己的种族比较方便的台湾社会里面。直到26岁的时候，他才被一个问题给惊醒。这个问题是什么？有一个原住民的朋友问他说：“请问你原来的名字是什么？你除了汉名之外，你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巴奈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还有一个原来的名字，就是他族语的名字。自此，他开始找寻自己的根源，他开始探索他的原住民的背景，他开始认同他原住民的背景。往后，我们时常在社会新闻里面看到，巴奈，他常常是站在原住民运动里面最前线的那一位。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当人依靠上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认同自己的根源跟处境的时候，人要从上主里面领受一个属于自己非常独特的呼召，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对自己生命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贡献来获得的这个使命感，有一幅更加清晰的图像。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带来的这个信息，他说：“我是生命的活水。”他喜悦我们每个人都来得到这活水。他邀请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面对上帝。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让活水在我们的里面涌出来。经文里面，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正好就是这个信息的活见证。现在轮到你跟我，我们愿不愿意，如同这个妇人跟耶稣所说的一样，主啊，请你给我这水，使我永远不再渴。愿上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真实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能够被他来引导，真实的将自己交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祈祷。上主，
有时我们存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受许多的声音给影响，我们看不清我们脚下所扎的根是源自于哪里，我们只看见这个社会的期待与价值，如同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渴望也期待穿上那一件的衣服，得到众人的喜悦。主，但是你要邀请我们去好好的欣赏我们的根源，去看看我们所拥有的处境。你要邀请我们真实的去面对我们心里一直逃避、一直不愿碰触的那个黑暗面，因为你说，人唯独依靠你来面对这些议题的时候，才算是真实的敬拜你。你所赏赐的活水，要在我们还在挣扎的过程里面，就涌入我们的生命，陪伴我们去走这个过程，让我们从此可以明白圣灵的喜是什么样子的意义。水的喜是悔改，主你所带来的喜，却要为我们开创出新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用你所赐的活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经验这圣灵的喜，让我们能够真的在里面改变我们自身，转化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社会。主，我们这样子恳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接下来我把时间给我们的同学玉祥，让他来分享这个学期他在道恩中心的学习。